观众朋友，今日我好模仿收看福起来，听阿明姑刘晓明。第讲其实福起来的观众朋友地方有几多年旅去做运动，但是今日我哋小解讲，唔要教人用嘅去锻炼人肌肉。今日福起来先生，我带人用嘅去慢慢的沉过来。自家身體嘅感覺，我哋馬上放喺體力裏邊，我哋賴家賢，家賢先生，先生好，你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苗栗嘅賴家賢。來，我哋還有天意，我哋陳學義，先生好，主持人好，太卡好，我是來自高雄的陳心瑜。今日我分享你們兩位來到我們現場，因為其實我哋提講復健呢件事情，其實對台灣人來講嘅話，已經大家一路歸從我看到嘛，皮拉提斯嘛有嗰種人會練習嘅東西，但是把復健加皮拉提斯呢件事情實在是冇簡單。但是回到我哋嘅節目一開始，我哋係咪請我哋家先生先同我哋小解講，乜嘅一開始會把復健同沙氣連強下啊？本身是就是物理治療師，然後來帶物理治療。那物理治療一般人都認為啊，它是做治療的，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它在預防醫學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們很希望，就是我們的民眾朋友啊，不要等到受傷才去找治療。所以如果在早期的話，我們可以先介入，開始了解自己的身體的話，我們可以在預防上先扮演很大的角色。所以後來啊，我們就會開始走到社區，我們也希望把社區復健的觀念帶進去，也就是把健康促進。所以也是因為健康促進的原因，我們才開始慢慢進入社區，然後在社區開始帶民眾做一些運動。對，因為一般的人來講的話，會去說，比如其他人講，會去做復健，一定都是舒爽好受傷之後才去做復健。那其他想法也是這樣子啊，譬如說我們常常去找復健科醫師，然後他就幫我們安排去做這種某個吊桿啦，拉脖子啦，然後某種綁腳啦，甚至是電療啦、熱敷之類的，基本上都是受傷之後，舒爽以後。那麼去做復健，但是你同我講，其實伊嘛可以睇你這個目前舒爽的時間，不用這個可以去完備自己的身體，然後甚至跟社區做結合。那這部分我就想問一下心瑜老師了，因為今日我聽譬如講，介紹我們的皮拉提斯嘛，你當初侬會接觸到皮拉提斯？因為剛好我是讀物理治療的，然後呢，在當時在五專時期的時候有參與學校的競技啦啦隊。那因為競技啦啦隊的參與啊，很多比賽大大小小的練習，所以很容易造成一些運動的傷害。對，然後其中我也想說，好像不應該一直去看醫生或者是做復健，應該要主動的去，就是讓身體恢復到原本的狀態。所以呢，開始就是把就讀的物理治療科的一些東西跟皮拉提斯器械床做一點結合，這樣子。那你這個還算是本科生啊，本科生，即等於講譬如講我哋以後演出來吧，我如果你這個係物理治療的話，一定會上過解剖課嘛？對。那你在做，譬如說拉伸的時候，你會想到說啊，我在拉我的什麼肌？我以為用那種醫學的學名會出來嗎？會，就是一開始會，可是後面呢，因為有接觸到一般的民眾人群，所以呢，也漸漸的開始白話文，會跟他們類似聊天，哪邊緊哪邊緊之類的，先去關心他們的身體狀況。咁家賢，我想問一下個，因為你頭先已經有講到講，你後來去本來嚟搞復健的嘛，然後做線上，後來就帶去沙去，問題係幾時節？從頭嚟講啊。一般來講，我哋係舒爽嘅，那第二復健，但是唔完全舒爽。你要用一團沙田也去溝通講，那在你還沒有受傷之前，我就可以先教你一些復健的東西。這個觀念是怎麼去推廣的？我們會辦一些衛教的課程，然後就告訴他們怎麼受傷的。很多人會來過程中就會來問我們，哎呦這邊肩膀痛啊，對啊，然後腰痛啊什麼的，然後我們就會在這個研習中呢，慢慢去跟他們講，這個腰痛啊、肩頸痠痛是怎麼發生的。那這些發生其實都是由日常生活中累積出來的，所以我們就會跟他講說，如果我們做哪一些運動、哪一些放鬆，或者哪一些的動作改變，它就不會讓這些傷害累積變成疼痛。所以也許我做的動作之後，經過了某一些的運動改善，或是運動的緩和，那這個痠痛就不會累積了。所以一開始我們是先走一些社區的衛教，
然后后来发现只讲好像没有用，要带着做，所以我们就慢慢就带着一些有像新宇老师啊，我们就一起进到社区，然后开始来带他们做运动。可是，在龙营噶，我讲我的一沙奇底部好，去社区里面去接触到我们一些民众，因为其实现在社区一般来说大概都是长者在了哈，如龙营噶可以录卡，但是像新宇老师那譬如讲，那带给我的呢，泰米莎啊，我们的长者去做皮拉提斯的话，方便吗？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最不方便的是它的器材要摆放的位置，还有观念。因为在长者听到器械床的时候，他其实会很紧张，就觉得说，器械床，对，会。可是后面呢，慢慢的先从初阶的，就是引导他们之后呢，他们其实也可以慢慢放心，因为第一开始在运动的时候，其实不会去强调他的动作的完成度，我先会让他慢慢的去找到自己身体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他可能有需要调整的一些姿势，那开始慢慢的就是引导他们进入课程的一些主题这样子。所以啊，他们会因为透过运动的方式，然后来找到自己就是觉察身体自己的一些变化以及姿势，让他们就是比较可以减轻日常生活的一些累积的疼痛以及酸痛这样子。我们一般酸痛的时候只会揉一揉，然后贴布那个样子。对。可是当初你怎么会想到讲这个？应该讲，有时间我因为一个传统，我们学复健的人，好直质或者物质也好了，好学复健的人，他们一路不有些人不会太接受其他的东西，譬如说像一般的民俗推拿啦，甚至一般的什么运动治疗什么之类的。可是当初你怎么会想要把皮拉提斯体单一沙体里边？皮拉提斯蛮有趣的，它的发展史啊，当初就是做开创皮拉提斯的这一个人，就是皮拉提斯嘛，他原本的治疗运动对象也是运动员跟舞者，所以他原本开创这套运动模式的时候，他主要也是针对受伤的人，所以这一套训练系统中其实有很多。对，是对受伤人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把物理治疗结合进去的速度非常快，因为我们自己对受伤的认识，还有对可能受伤的原因，我们可以非常清楚，我们就可以抓得出来某一些人他可以很适合做这个。好，所以因为皮拉提斯原本的设计就有复健的那个影子在里面，只不过大部分现在人在做皮拉提斯，可能大家都是以运动训练为主，他们少了一些。受伤后的这一段的那个过程，或是预防受伤的这个过程，那我们其实把物理治疗跟皮拉提斯的结合，就是我们看得出来他有可能会受伤，或是这样子的动作模式再继续下去之后呢，可能会造成某部分的损伤，所以我们就从改善他的动作模式开始，所以我们就强调动作控制。所以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我们没有强调肌力训练，我们强调的是功能性。你要先有功能性，才能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所以当初我们就从这个角度，那也是从我们的专业跟运动结合的模式去带，就把这个皮拉提斯的这一个训练，尤其是核心床的这一套设备，就带来了我们的社区。头痛的嘉欣老师有提到功能，也把它能带到社区里面是用器械的嘛，哈，因为为什么会选择用器械带到社区里面去呢？因为一开始应该是说器械床啊，它有弹簧的可以调整的阻力，所以呢，我觉得比起就是一般直接带他进入运动，可能让他先就是透过阻力的训练，让他先感觉说，原来他的身体可以适应这个阻力，那进而的再慢慢的调整强度啊，这样子。那问题是，一般人第一摆看到嘅一个面床啊，那些东西会不会痒啊？会很怕。一开始会觉得好像会被五花大绑。会，可是啊，其实躺姿的时候，一开始躺姿也是人体最舒服、最放松的姿势。那我们会借由躺的这个动作呢，先来评估看看他，观察他平常的一些身体的姿势。例如说，他习惯用右手去做动作，就惯用边，那他是不是右肩就可能会比左肩还要高？然后是不是有影响到脊椎侧弯啊，或者是骨盆歪斜的一些动作？那先就是观察这些姿势之后，再来加强他需要调整的一些
肌力训练以及他的平衡控制的动作这样。啊，那个重要了哈，因为其实一般的人可能已经痛哎，好，某如果是已经可能已经手举不起来了，好，我们到医院去，他才开始去做甚至是要很久的一个复健的一个行为。可是我想问一下家己，其实像头都讲，像这个呢把皮拉提斯加好多复健，好，带伊去沙起以后，他跟人的反应有没有？而且同时，这个我感觉到讲，带伊沙起底部，然后带他安胎的眠床，好，一个带了那么大的床，那他们会觉得说你是来卖来推销那个床的吗？这部分还好，就是我们的床啊，因为真的太大了，所以我们是把它定点放在我们的对一个社福馆的一个教室里面。那我们也会在那边办一些团体课，所以他们来团体课的时候就会开始认识身体。认识身体以后，如果他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就可以带他介绍旁边的床。所以呢，我们不会一开始就让他，因为那个床也是一次一个人或者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没办法一次很大量的，就是1对多的去做训练。所以我们自己还有设计其他的团体课，让更多的老人家啊，他们可以一起来上课。那上课以后开始对自己的身体有感觉了，有觉察了，那更多人就会想要，那我是不是可以借由这张床得到更完整的训练，或是更充分的自我了解这样子。看到一片观众朋友发现都讲冇电都痛诶，当来做复健。我讲唔前痛以前，我哋攞慢慢的提供，我哋自己身体可能出嚟某个问题。休息一下哦，下段节目我哋嚟嗰度好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嘅，上節目我哋咧嘉信先生還有新義先生同你小解講，用我把復健地步嘅感應我哋皮拉提斯。我就想問一下嘉信先生，因為其實講即個睇一般工作嘅地方睇女僕嘅嘛，嗬，其實女僕算是幾多客人啦。咁即個嘅復健地步啊，有客人冇？啊，有人就講客話時間，你用我去回應他。一就老人家冇乜嘅講客法，看到哪會講過年，講過年，但是哪會講客法，客簡單嚟做得講，哪會講啊，好啊，師傅抬下個啊，叫我병好來啊，咁一定的行業嗎？他們知道你是客家人吧？一開始不知道，好，後來我就看他們在彼此之間會講客家話，我們就會自己講2句，然後就會說哦，你會漢人哦，係啊，你會漢人那邊啊，那苗栗啊，我就會大家就會聊一下，然後就比較親切一點。對，因為其實對他們來講，也許講華語不是他們擅長的語彙，但是你可以講客話成講，然後他可以聽你的華語，其實他都會覺得那種感覺是拉得更近的。那今天回到一個很特別，就是說所謂的器械的皮拉提斯，是不是請新宇老師同我們講一下，這整個流程是怎麼樣子啊？哦，第一個的話呢，會先看它的擺位。然後擺位是神龍擺尾的擺位，不是，就是說它的躺姿啊、姿勢的方式這樣子，然後觀察它的左右兩邊的對稱，然後請它放鬆，觀察它的一些腰啊有沒有喜歡拱起來，習慣用腰的姿勢，又或者是說像剛剛我們剛剛說的有可能有高低肩的一些狀況，或者是腳是踩在我們的 foot bar 上面的時候，它是不是習慣踩腳尖？就是先從姿勢開始觀察，然後呢開始再慢慢的開始觀察它的呼吸，然後是不是一直習慣都是用胸式呼吸，而不是用肚子去做呼吸的方式這樣子，然後呢開始慢慢的再帶到主運動，然後看它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控制以及肌肉的變化這樣子。因為我的提供，像有一些人哦，他沒有辦法正躺，就是說一路不習慣敏張張的，因為他可能我也不清楚是什麼問題了，然後一路話講他只能夠直摔。
他只能侧睡，是，他没有办法这样躺。他们躺着就像可能刚刚新宇老师有讲过说，他可能背会整个弓起来，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所以说他长年以来都是侧睡。是。那像这样子的问题的话，他可能会什么样的一个情形？那不习惯正躺的时候，其实啊，你会发现到他胸口很紧，因为一直习惯就是弯腰驼背，那导致说他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变得比较短。然后就没有了。他们并没有就是收到横膈里面，然后用我们的肚子去做一个呼吸的改善这样子。所以啊，可以虽然他习惯侧睡，但是还是会鼓励他就是尽量正躺，因为呢，其实正躺的时候呢，其实身体才是比较舒服的姿势这样子。那像这样子的器械的皮拉提是你刚刚讲一个名称嘛哈，它有适合的年龄层吗？其实适合的年龄层蛮广泛的，就包括我们现在收的学生啊，有青少年一直到98岁的老年人都有在就是做这一项运动这样子。对。然后因为我们的运动，其实我们团队一直秉持说是全龄的一个专业的运动来做他们的课程，所以啊，任何小朋友或者是到长者，其实都有适合他们的一套运动的训练这样子。刚听夫你讲，他其实面上以后，你已经观察到从他的躺姿已经知道说他的可能有身体上有哪些不平衡的部分。那加爬轮哦，接下来呢，你们的方式是什么？观察到他的姿势有可能不平衡，紧的肌肉呢，我们就可以带一些比较放松啊，或者是可以拉筋他的一些姿势以及运动。那比较弱侧的那一侧，比较没有力气的无力的那一侧，我们就是透过训练，让他慢慢的有一些肌肉的一些可以达到控制的一个变化这样子。那这个训练是他在家里面可以做，还是说只能在那个床上做？其实家里面也可以做，但是器械床呢，它主要是因为它有弹簧的阻力，所以呢，可以根据他的一些身体的变化来帮他做客制化的调整，对，而不是说，你进到居家的时候，居家当然有动也好，可是呢，居家毕竟它是徒手的，就比较没有弹簧的阻力来辅佐它，可以就是慢慢增加，因为它的身体的变化来增加它的一些角度以及它的一些阻力，对。去参加啊，譬如讲，头已经有看到讲，可能伊个身体已经无平衡的，有的地方讲弱，有的地方讲强，这个嘛利用器械床去让它弱的地方加强，然后强的地方可能会紧绷的地方让它放松。那像我们话，以这个本身去配合什么样子的核心运动或者是呼吸的练习吗？会耶，因为其中其实我们有一项动作叫做摆式呼吸，然后呢，我们在诱发它可能从伸展再到起来的时候，会诱发就是引导他说，来你配合呼吸，吐吐吐吐吐，想象说你的吸气的时候要把肋骨给撑开来，吐气的时候想象让你的肚脐贴到脊椎的感觉，就是透过一些动作变化，然后再加上呼吸，来让它完成整个动作这样子。那这样子也应该说操作到现在为止啦，学员的反应怎么样？他们一开始是真的紧张，因为陌生，完全没有碰过器械床。可是再到现在呢，他是非常的喜欢，因为起初长者真的不晓得器械床是什么，反而知道是家里面的小朋友，就是他对，然后就是鼓励他爸爸妈妈来，还偷偷帮他们报名。然后等到报名的时候，发现说，原来器械床是这样子的。他一开始是抗拒，但是现在他是跟我说，老师，那我下礼拜也要带我女儿一起来运动，对，就让他们变得好像很期待来上课的感觉。嘉欣先生，头先已經有講到講，其實我哋器械床嘛，一點米床是上面一點年，但如果你過多年的話，你要怎麼去面對這麼多的一個人群啊？我們帶了2張床過去，對，我們最多可以上到1對2，那當然也可以更多。但是我們很希望我們在帶這個課程的過程中是非常仔細，或是針對他的身體的模式或是特性去做設計的課程，所以我們就沒有讓那個課程變成更多人，我們就是1對2，然後讓這個時間就是專屬你的時間，我們慢慢來帶你。那比較多的人，我們就把它上成團課。團課的部分，我們有電上的皮拉提斯，我們有我們自己對蠻厲害的4D Pro 的運動設備等等的，所以在團課的部分中，他們也不用擔心。我們有很多其他的課程可以讓他們一起來，大家一起上。
对，然后特别有问题的，或是对自己身体特别没信心的，我们就带他去上那个私人课的那个核心床。对，因为复健这件事情算是你要专业嘛哈，那你怎么去把复健这个东西带到这样皮拉提斯里面呢？其实我们也常常去教受伤的病人回家要做什么运动。对，就是如果你只期待说我在医院做个30分钟啊、50分钟的治疗，那这个问题就改善了。其实不会，我都跟病人讲，就是你不要期待我们做治疗，你身体会发生自我气嘎，你身体会自己疗愈。OK， 你自己会细胞在做修复嘛，所以它是一个24小时在进行的过程，所以不能期待专门去一个地方，然后自己都不做任何的努力。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运动观念带给大家。我们也希望他们知道说，我其实是要平常做些什么改变。会受伤一定是因为某些姿势错误了，慢慢累积到后面，所以你得到了伤害。所以我们就要改变这些错误的使用习惯，包括走路哦。所以很多人我们当去内埔的时候很有趣，其实他们不太愿意来参加运动，对，他们就说这要花点钱，对，他们不太想要来运动，他们就说我们有去操场走路，我们有去合体走路，走路不是运动，我都跟他们说走路是移动，它就是让你去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所以如果你想要让你的身体的功能维持正常的运作，那特殊的或是个别化的，或是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的那种运动模式才是要的。所以就回到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床其实蛮先进的，就是可能在大城市才会看到。所以新宇老师应该收到非常多的学员回馈，就是一开始都是在城市工作的儿女帮他们爸爸妈妈报名，他们在城市看过这个，所以在这个内埔这个地方有，他们会说这里也有，对。然后最后面呢，我就看过新宇给我看的很多那个网络上的那个社群媒体，他们会说他们很荣幸住在内埔，因为内埔居然有这么可以接地气的运动模式，对。对，那一般来说的话，譬如说新宇老师，你这个嘛，提供其实内埔也算是一个客家村庄嘛，哈。是。那你自己有没有从你的算是学员里面啦，跟你讲说他应该说我们常常会说主述他的不舒服的点，学到客语的一些譬如说算是比较常用的一些话吗？多少会，对，可能例如说什么酸痛，很啊，很啊，对，有个酸啊，对，会。然后一开始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会说：“老师没关系，你不要讲客语好了，你就自然的讲，我听得懂。”到后面现在我都会要求他们说：“你可以多跟我讲客语，换我来跟你们学。”对，那其实因为这样子的，就是聊天呐，以及互相学习的时候，其实都还蛮更增加距离的拉近。对，因为像有一些形容词哦，你说把它转成合适的华语，他们有些转不出来。对，因为他们从小就是用那种形容词在形容那种感觉。好，比如说我妈妈常常说温，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就是那种隐隐作痛的感觉。你要跟他说那个叫隐隐作痛吗？他绝对学不会。但是如果人家肚子在那温，就是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躺在那边，我会发现到讲，其实嗰种爱在那碌卡地方，在沙嘅地方，都有按呢一群人可以去搞唔用嘅去正常嘅一些生活，正常嘅一些做运动嘅话，其實係一個幾好事情。休息下喎，下一段節目我哋埋嗰度嗰精彩故事哦。翻古來復起來，上節目來自我哋的嘉慶先生，還有新義先生同你分享講，我哋器械皮拉提是以係用嚟操作嘅。所以想問一下嘉慶先生，因為頭先你就講，其實等一下擺施作的一個場域在內埔嘛，吼，佢記得其實我哋睇見曬嗰度嘛，喺內埔路係講客話啦，吼啊，你這讀到的行業，而且同時講內埔嘛算是一個上下的地方。
那伊的乡下的太人，我们乡下的长者跟都市的长者，他们在身体上或者他们遇到的病痛有没有不同啊？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乡下的长辈就是比较辛苦一些，然后都市人有一些都市专有的一些问题，坐太久啊，对，然后或者是一些用电脑啊、用手机的姿势。那乡下的老人家比较多的问题是，工作太久，所以他比较辛苦，然后工作中就会忘记把身体挺起来。是。然后你看到那个都市的老人家身体可能比较挺一些，那乡下老人家会比较驼背一点点。好，那这个问题的话，就运动训练中的改善就很快，因为他就会开始觉察到自己的身体原来需要更挺直一些。就很快吗？对，改善就很快。对，我一直以为就是说，其实上了年纪之后，像这种姿势都不好校正。对，它比较不好矫正的地方可能是肌肉的部分，肌肉缩短了。但是更多的部分，最好改善的部分是认知的部分。他开始认知了知识或是体态，所以当他发现了啊，原来别人看到我是这样的体态，我应该要这样。那在体态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介入的点。那他看到了这个体态，他会想办法让自己的体态更好。那新宇老师呢？新宇老师，你这个还会学生的地方啊？你这个有感觉到讲，譬如讲，男生女生来说哈，或者是说年轻的，或者是那个年龄的这个一个层次来说的话，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说，其实，在内埔来说，他们比较大的问题大概可能是什么？那其实啊，真的在内埔会发现说，蛮多民众都是因为务农的关系，所以长期会有一些累积下来的腰酸背痛，或者是说，膝盖磨损的蛮厉害的，而去做一些置换性的一些膝关节手术这样子。以前的中国的时间啊，能够都叫弯腰的动作嘛哈，我们那样的人还刮墙的呀，你知道什么叫刮墙了吗？割槟榔啊，割槟榔的这种割啊，那会不会说因为我职业上面不同，我用啊，来这个感觉起来就是不舒服的点是不同的吗？会。那像常在割槟榔的话，他就说他的颈椎脖子很酸痛。那务农就是因为弯腰嘛，弯膝盖弯曲这样子。对，因为以前割毛位都要弯腰嘛，但是人家割起来从袜子都不一样。但是现在很多都是。像比如说我们女仆来讲，我们骨头还种可可啊，要背那个，因为可可一收的起来很大一袋嘛，你知道吗？那其实要背的其实还蛮累的啦。所以说，就是无控用啊，伊的手材其实也会发生的一些问题都无控用。但是我想问一下，最适合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器械皮拉提斯的一个算是族群吧，或者是说亚健康的族群，大概是哪些的人啊？其实大家都很适合来做，有时候我们都会开玩笑说，最适合的其实没有来。对，就是他们其实踏不出那一步，就是我们都一直在想办法努力，就是让这一些朋友也可以慢慢的走出来。会来找我们的，其实大部分他也有一些运动习惯，或是他已经认知了运动对他有帮助，所以我们就很努力的，很希望我们未来也可以让这些更需要的朋友都可以踏出来，然后知道要找谁。对，因为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嘛，真的是很归懂你提的啦，神公公，我要花钱去做运动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大概第一个认知上面的关卡。我们也是推了很久的，大家才说原来健身房要花钱，不然散步也好，跑步也好，我觉得它就是个之前那一类运动了嘛。那甚至说第二个，我要还来做器械的皮拉提斯，因为我没有需要啊。那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说服我们的长辈去做这个事情？其实，与其说说服他们，倒不如说他们要先说服得了自己。跟他们说，我发现呢，你有一些身体的变化，是不是你日常生活会站，例如3-7步，又或者说，你常常是不是习惯弯腰，或者是你走路姿势是不是喜欢外八？来提醒他们说，你日常生活其实已经慢慢的影响到了你的身体，让你有一些常常的一些酸痛啊、文明病产生。那跟他们讲之后，他们开始觉察说，好像是
他的身体姿势是不是因为他的一些变化而导致说他现在有一些就是不舒服的感觉？那他们呢就会开始觉得说，对，那他应该是要来运动了。可是因为我就贴个那个什么沙龙 pass 就可以了。可是撕下来之后就会有感觉，就像。也有人会习惯去敲鼓，对，那不是说敲鼓不好，当然是有一定的就是能力范围在。可是呢，因为透过器械床，它主要是让我们使用正确的肌肉来帮助我们一些就是日常生活的姿势不要再加剧，然后或者是让它影响更多。他会开始发现说，在日常生活中，他会习惯挺胸。然后走路呢，是不是应该要用臀大肌或者是哪一块肌肉来去启动，让它达成一些日常生活习惯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小动作，然后慢慢的他就会开始，做一段时间，他就会回馈给我们说，老师，我真的觉得我身体变化很多，对，就包括说，只是呼吸而已，其实就可以改善日常生活中蛮大一部分的。可是学不用啊，一头气啊，跟事情其实算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就对了。就是等于是学会正确的呼吸的方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那我想问一下嘉欣，这个算是体女仆也算是一个基地的啦哈，因为头都已经有讲到嘛，其实对于可能一块是配合社福馆，那现在几乎你们一个礼拜有5天都在那里了。可是问题是，就像刚刚我们的新宇老师也提到，很多人也根本就不愿意来啊。或者是说也不清楚这个资讯，那你有想过说用什么方法去推广到其他社区，或者是打入其他不同的一个群组里面去吗？有，其实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接受到我们的专业运动模式，所以呢，我们也配合社福馆，我们会开公益课，就是让他先走出第一步。你不要觉得说做核心床啊、器械床可能。对，1对1啊，1对2，好像这个是在不太习惯的事。可是公益课大家一起来，对他就会先接触运动，他就会发现运动可以带给他更多的好处。然后从这些好处中，他会开始关注到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那再进一步的话，可能就可以就有机会，他可以来上个核心床的课程啊，或是其他的课，让他的改变更大。那未来我们当然也希望可以把。我们这一套的运动模式，其实我们想要的就是很精准的运动方法，不是让你流汗就好。我们是希望针对你的问题，找到最适合你的运动方式。我们想把这种精准的运动，就是全龄的带下去。对，所以未来有可能我们在东港也会再开一个基地，再让东港的朋友也可以一起来运动这样。那就其实回到那个器械的皮拉提斯的部分呢，因为其实体育旁边它还是有一个器具嘛，对不对？器具就是说你一定就是要有那个床，你才可以做所谓的核心床或者是器械式的皮拉提斯。可从按你推广来说的话，会不会床这件事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阻力啊？其实一开始真的我会觉得，器械床真的好像是空间需要蛮大的，但其实因为我觉得内埔社福馆他们帮助我们蛮多的，它场地提供的区域其实是蛮广的，所以呢，器械床其实在那一间教室里面，我觉得是还好的，不占空间的。但是相对的啦，哈，如果冇办法从去把你的床移动到不同的社区去跟他们做介绍，甚至让他们体验一下，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它没有简易床这种东西，对不对？好像最简易的是可以折叠的，但是其实也不方便，因为在社区其实就是要一个1对多的概念。对，我们比较希望在社区带进去的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就是他先改变了他的观念，他就会愿意来做，对，就来真的把它做出来。所以我觉得改变观念在社区的部分算是比较重要的。那除了核心床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有其他的运动模式。就是也不用那么拘谨，一定要这个。我们有其他的运动模式，也可以慢慢带着它进来。但是就是当然那个1对1，或者是对，总是比较细致一点。对，新宇老师，你这个来女仆有没有遇到过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算是学员啊，或者是一个就是上过你一些器械皮拉提斯的一个朋友？
有因为其实啊，一开始就我们前面有提到的这一位阿姨，一开始她是非常抗拒来这边运动的。那她为什么会来？因为儿女，他说儿女已经帮他缴钱了，那他势必就得要来运动，他不想要就是对，可是做到现在他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原本他一直在抱怨说他膝盖啊真的是很酸痛很不舒服，然后就连可能躺下来他都觉得哦好麻烦很费气。我不想要来运动了，但是到现在他会非常期待来运动。然后他女儿也回馈给我说，妈妈现在就是真的好像也比较好睡觉，不会再去很常抱怨她的膝盖疼痛的问题。这样。可是这个整个时间来说，他一个礼拜要去几次啊？他平均的话，因为他平常的生活作息，可能是最少1次。1个礼拜至少一定会来1次，对。但是呢，他如果有空闲的时候呢，他可能1个礼拜来2、3次都不是问题。他100差不多1句啊，一次多久？1次大概是1个小时。就等于就是为他专属的定制的一个动作1个小时。对，没错。这个动作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回去他也可以做一些简易的，是不是？是，对，就是其实器械床有器械床的运动，但是呢，其实在一些垫上的，像刚才嘉欣老师有说的，我们有一些垫上的皮拉提斯的一些动作，或者是一些居家的体适能运动，其实我们都有这样子。那嘉欣老师其实节目个最慢了哈，对 V 人哦有帮他打算啊？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对，我们当然是希望大家越来越健康，对，那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认识到我们，那我们就把那个健康的观念带出去，所以常常在说，改变自己的其实是大脑，你的大脑的观念可以让你的行为跟着改变，行为真的改变了，生活就跟着改变了，对。其实今仔日呐吼，越食越老，但是吼，一样去越老越健康，其实还他人要注意的事情。今天很感谢2位来到现场，分享我们那么多这么精彩的故事。谢谢主持人，感谢大家。其實下我都聽我哋先生來台灣運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